動。美食新聞週報，星期日晚10點45分，翡翠台。天南地北，一齊大開眼界。各種主題包羅萬有。全手乾，好好食啊！哇，我好中意馬來西亞嘅喎，啱啦，又有得玩，又有得食，有啲 surprise 嘅。有一個叫麥德飲食法，係有助呢個預防呢個嘅認知障礙症嘅。恆常嘅運動其實對個骨係非常好嘅。我都可以做一個唱跳歌手，我都好感恩㗎。現場睇呢個電單車賽，感覺非常之震撼。今日知多啲，星期一至五晚7點25分，翡翠台。喺香港幾大間名店都有，但我最中意嘅都係行小店。無論係傳統定係新派小店，每一間都有自己嘅故事，發掘獨有嘅濃情味道。香港系列之世間始終美好，星期六晚8點，翡翠台。喵喵話聲，點解臥底之王？我今次要你扮翻工。你琴晚冇覆我 message 啊？扣分。咁我教精你啦，永遠唔可以早過老細放工。老細睇唔見嘅努力就係嘥力。一個人為咗翻工冇晒生活，同社畜有咩分別啊？社畜求生101，星期六日翡翠台。老婆，唔好掂我！你接受唔到嘅係咩啊？羞辱，對我，亦係對所有女性嘅羞辱。等賺夠一筆錢，就即刻去買樓，呢度就係我哋嘅家啦。而家即刻檢查後台。你有冇見到我老公去咗邊啊？女神夢上眼，星期一至五晚9點半，翡翠台。白帝城，劉備託孤。君以國事待我，我必以國事報之。你信我就交俾我。三峽之巔，杜甫筆下嘅壯麗山河，望住無邊落木同滾滾長江，敬杜甫一杯。江湖見，星期一至五晚10點半，翡翠台。聽到呢首歌，就知道泰國通胡慧聰又翻嚟啦。姑媽見馬數，問起我泰國能去嗎？為乜咁驚？師傅起勢噏，話好玩啊，多鬼怪在遊蕩。蝦我話查實係謠言，變得咁鬼多，完全冇關係。達人來話你聽，連住實在係冇事。衝遊泰國11，星期六晚10點45分，翡翠台。最新鮮熱辣嘅娛樂圈消息，盡情放送。俾佢睇我啲劇集咧，有時我受傷嗰啲，佢都真係會驚㗎。明星動態、藝人八卦新聞，源源不絕為你送上。做錯啲好大鑊，係啊，咁就係 love you 㗎啦，咁先有用㗎嘛。娛樂頭條，星期一至五晚11點，翡翠台。我知道你因為 Mary 嘅醫藥費已經爭好多錢，所以要更加快嘅去揾一筆錢翻嚟。唔該。警方接報去到現場，見到一副石棺，李先生係刻意潛逃。非分之罪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小佛無敵神蜘蛛，好啦，入去第蜘蛛話芝麻開門。提提大家，呢個遊戲咧係有真尼斯贊助嘅產品嘅，耶！各位嘉賓已經準備好啦，哇，實際轉啲啊 ，OK， 好。第一個咧就係唔識抵死題，我哋咧係叫做活體嘅捐贈，有啲咧就係已經係遺體，即係